而家好多人一聽到生果就會開始驚，因為佢哋聽講過生果入邊都係果糖，而果糖聽講會令到你有脂肪肝、血糖失控、變肥，甚至係加速老化。所以有人會開始戒香蕉、戒提子，夜晚甚至連生果都唔敢食。但係問題係，如果生果真係咁差，點解幾乎所有大型營養研究都發現，食得越多生果嘅人通常都會越健康呢？今日我哋就會用科學將生果同埋果糖呢樣嘢一次過講清楚。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乜嘢係果糖。果糖同葡萄糖一樣，都係一種天然單糖。水果入面有，蜂蜜入邊有，但係加工過嘅糖漿入面都有。而呢兩者正係好多人混淆嘅地方。而家有好多研究會發現，大量攝取果糖會增加脂肪肝、胰島素抗阻嘅風險。但係我哋要留意嘅係，呢啲研究入邊嘅果糖來源好多時候都唔係嚟自生果，而係汽水、高糖嘅嘢飲、果汁、加工食品等等。問題可能並唔係出自果糖本身，而係你將佢變成咗高劑量、快速吸收、冇纖維嘅液體糖。好多人而家一聽到果糖就會開始驚，因為佢哋知道果糖同葡萄糖喺身體入邊嘅處理方式唔太一樣。葡萄糖喺進入身體之後，幾乎全身嘅細胞都可以直接去用，好似肌肉、大腦、器官都可以攞嚟做能量。但係果糖嘅處理方式就唔太一樣咯。果糖主要會先送到去肝臟處理，而呢個亦都係好多人開始擔心果糖嘅原因。因為如果你開始長期大量攝取高濃度嘅果糖，例如係汽水啊、珍珠奶茶啊、果汁啊等等呢啲高糖加工食品，我哋個肝可能冇辦法同時處理咁多嘅果糖，所以呢啲果糖有機會會轉成脂肪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研究都會將過量嘅果糖同脂肪肝連埋一齊。但係問題嚟啦，生果入邊嘅果糖係咪真係等於汽水入邊嘅果糖呢？答案係爭好遠，因為完整水果嘅入邊唔單止有果糖，佢仲有膳食纖維、水分、維生素、多酚、抗氧化物等等。呢啲嘢會減慢吸收速度，等你唔容易喺短時間入面一次食超大量嘅果糖。但係珍珠奶茶、汽水就唔一樣啦。佢哋好多時候係高濃度、液體、快速吸收嘅糖，咁樣對於肝臟造成嘅負擔就可能爭好遠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好多時候並唔係果糖嘅本身，而係你攝取果糖嘅形式同埋份量。咁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人會唔敢食太多生果呢？原因可能有以下3個。第一，大家都以為生果入邊嘅果糖同加工嘅糖漿係一樣，但係兩者嘅劑量、吸收速度、食物形態都完全唔同。第二，低碳同埋生酮飲食嘅風潮不斷盛行，好多人開始將所有甜嘅嘢都視為唔好嘅嘢，於是香蕉就變成邪惡食物。但係實際上，香蕉同時含有豐富嘅鉀、維他命 B6、維他命 C、膳食纖維等等。第三，而家有好多嘅健康資訊都係針對單一營養素，例如果糖對身體唔好，但係佢哋完全冇提及過呢樣食物整體嘅營養成分
價值又係點樣呢？咁生果應該幾時食呢？好多人會話飯前、飯後或者夜晚唔好食。講咗個結論先，對於大部分健康嘅人嚟講，量比起時間更加重要。但係如果你想令到血糖更加穩定，另一個唔錯嘅方法就係將生果放喺正餐後邊，亦都係好多人近期所講嘅食物次序。詳情可以睇返我之前出過嘅另一條片，尤其係對血糖偏高、胰島素抗阻、容易暴食嘅人可能會更加有幫助。但係咁樣並唔代表夜晚食生果就等於會肥，因為真正決定我哋嘅體脂仍然都係長期總熱量同埋生活形態。不過咁樣又唔代表生果可以無限咁食。食物金字塔就建議我哋每日應該至少攝取2至3份生果。我哋真正要注意嘅其實係被加工濃縮過嘅生果，例如係果汁、果乾等等，因為你好容易喺幾分鐘之內就攝取咗大量嘅糖分，但係又唔覺得飽喎。相反，完整嘅生果通常唔會容易超標，所以與其問邊種生果唔食得，更加重要係你點樣食生果。如果你想要一啲血糖更加穩定、飽腹感更加高嘅水果，以下幾種嘅選擇通常性價比都唔錯。藍莓、士多啤梨通常嘅升糖指數都比較低，而且纖維高、抗氧化物高、熱量相對比較低。蘋果其實都係性價比好高嘅生果，尤其係連皮食，因為佢纖維高，而且飽腹感唔錯。奇異果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、纖維，而且升糖指數亦都相對平穩。雖然生果並唔係完美嘅食物，但係佢都唔應該受到咁多罵名。真正嘅問題好多時候都唔係生果，而係現代人將糖變成咗超高濃度、超容易入口、幾乎冇飽足感嘅加工食品。所以如果你今日食嘅係完整嘅生果，喺大部分情況底下，你就唔使因為果糖呢2個字就過度恐慌。營養學好少有單一成分決定咗健康呢樣嘢，重點永遠係整體飲食、生活形態，仲有長期習慣。思考題：你覺得加咗糖嘅飲品對於人體又會造成點樣嘅長遠影響呢？留言講低你嘅睇法，我哋下集再見。